卖啊？即摆袂使买哩啊？这是白，卖完啦。现在一个1块卖啊。一个哪里买？现在买。看到咱三桥班，咱在这手中拢有看到。迄阵啊，开始拍这个知名度出来。而台北市呢，立法院内底，迄阵啊，差不多60外个委员呢，来甲陪咱萧景灿入委呢。哦，伫遐咱路尾呢，传两只游览车，浩浩荡荡伫遐一边，咱的在地农产品，这样讲唯一历史来真少人安尼做的。哦，咱萧景灿当时虽然4年的委呢，伊就会当想着讲，要安怎来互咱的农友，这个农产品，互销出去。因为立法院呢，这叫做免费的广告。甲咱呢教一步讲，要安怎甲咱的产量也好，品质也好，要做一款的这个提升甲改良。这嘛是呢，爱到基础开始拍底，就讲咱适当的用肥，啊肥是要用啥肥？土壤要安怎改良？啊要安怎来去用药控制，甚至进入到有机的这个生产方法，这拢总伫咱的这个做事人中间呢，咱慢慢拢爱有这款知识，爱来学习的所在，安尼才有法度讲，甲咱的生产出来的芭乐，以后不但讲伫咱奠定真好的基础以外，咱阁有法度甲全世界所有种芭乐的人来去竞争，才会当讲呢，甲咱的。3比18。我们苏老师拿到的量，我们拿下物的拿量，25比较低，23就讲不上，26往下。对，这样比的，你们分出来说那数量在想办法查的等一下得困美题啊，而且蔡教授所研究的东西被录下。